如果話俾你知，你一生人嘅幸福感唔係由你賺幾多錢、幾多名氣決定，而係由你嘅關係質素決定，你信唔信？哈佛大學有一項長達85年、追蹤超過700人一生嘅研究，係人類歷史上最長嘅幸福感研究。結論得出，好嘅關係令我哋更加健康、更加快樂。呢一個關係唔只係你同伴侶嘅關係，仲包括你同屋企人、同朋友、同社區嘅關係，甚至你同陌生人、同地球嘅關係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喺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。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經驗，幫大家喺書中學到嘅實戰技巧用喺自己感情度。星期一至五朝頭早8點鐘，我都會準時喺呢一度陪你。今集係愛的8法則系列嘅最後一集，作者阿 J 喺呢一個 chapter 走出咗淨係講浪漫愛情嘅框架，用更大嘅視野去理解愛。佢引用咗哈佛大學心理學家 Tim Lomas 嘅研究分析咗50種語言，發現人類對愛最少有14種唔同嘅描述，而古希臘人更加將愛細分為7種唔同種類嘅類型。第一種係激情嘅愛，肉體嘅愛，即係我哋最熟悉嘅浪漫愛情，充滿慾望同渴望。第二種係友誼之愛，即係建基於共同價值觀、互相尊重同深度了解嘅愛。第三種係親情嘅愛，即係父母對仔女、兄弟姊妹之間嗰一種天然無條件嘅愛。第四種係普世無私嘅愛，即係對所有人嘅慈悲同關懷，唔期望有任何回報。第五種係輕鬆玩樂嘅愛。第六種係誠實務實嘅愛，即係長期伴侶之間經過歲月磨合之後，建立起深厚感情同承諾。第七種係自愛，只有先愛自己，先有能力愛別人。我哋嘅文化過分強調激情嘅愛，忽略咗其他6種愛同樣都重要，甚至更加持久嘅愛。當我哋只係追求激情，就會不斷失望，因為激情係會隨時間而消退。當我哋學識培養多種唔同嘅愛，我哋嘅生命先會更加豐盛。作者喺書入邊分享咗以前佢做真人嘅故事。有一次佢老師問佢：你做咩想做真人啊？作者 J 就話：因為想服務全世界，想幫助所有嘅人。老師笑笑口咁問：咁你有冇試過先由服務你身邊最近嘅人開始啊？你有冇好好照顧你父母？有冇認真聆聽你嘅朋友？老師再解釋：愛唔係一個宏大嘅宣言，而係每一個當下嘅選擇。呢一個故事係第8個法則嘅精髓所在。好多人成日都諗住改變世界，幫助有需要嘅人，但忽略咗身邊最需要愛嘅人。真正嘅愛係由內而外，由近而遠開始。咁點樣先可以將愛擴展到更多人呢？作者提出咗個比喻，就係愛嘅同心圓，就好似畫一個圓圈咁，最中心嗰一點就係你自己嘅愛。第二層係你嘅伴侶同最親密嘅朋友。第三層係你嘅家人。第四層係你嘅社交圈、同事、鄰居、普通朋友。第5層係陌生人同社區。第6層係地球。作者建議我哋要有意識咁分配自己嘅愛同時間，確保每一層都得到足夠嘅滋潤。以下呢一個練習可以試下做，將你電話嘅聯絡人按照親密程度分成唔同組別，然後問自己：我上一次真正關心呢一個人係幾時？當然，我哋嘅生命旅程總有一啲好難相處嘅人，可能係一個成日批評你嘅屋企人，好自我中心嘅朋友，或者一個令你好痛苦嘅前度。但愛唔代表你允許其他人傷害你，唔代表你要無限度忍受對方嘅負面行為。你可以選擇同某啲人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同時喺心入邊仍然祝福佢哋，希望佢哋好。愛唔單止係一種感受，更加係一種行動，一種服務。研究發現，定期做義工，服務他人，比起唔做義工嘅人，有抑鬱症同焦慮症嘅機會更低，甚至有更低嘅死亡風險。服務他人會令大腦釋放多巴胺，產生一種快樂喜悅感，即係話，當你去愛別人、服務他人，受益最大嘅其實係你自己。如果你成日等一個人嚟愛你，等一段完美嘅關係出現，你可能會一直失望，因為你永遠都覺得唔夠。作者喺書入邊嘅最後講咗一句：我哋都喺度尋找愛，但我希望你明白，愛唔係你去尋找嘅嘢，而係你去創造嘅嘢。愛唔係一個目的地，而係一段旅程。愛唔係一個人可以俾你嘅嘢，
而係你每一日都要去練習。你唔可以等到啱嘅人出現先開始愛，由今日開始，先由身邊最近嘅人做起，一點一滴練習愛嘅藝術。如果你聽到呢一度，發現自己喺愛情路上不停付出，但又得唔到相應嘅回饋，歡迎喺 IG 揾 KK 師傅做一個奇門遁甲嘅諮詢，睇下你未來嘅愛情之路點樣行。我係 KK 師傅，多謝你聽晒愛的8法則全個系列，希望你喺愛嘅旅途上一再去愛，一再成長。我哋下一個系列再見，拜拜。